这项展览其实于2015年已经在美国巡回十二间博物馆，吸引超过100万民众参观体验。这回第一摆授权到海外，第一站就选择来台湾，透过信谊基金会规划设计，目前来到台南成功3月新天地。在展览一开幕，先安排幼稚园小朋友来体验。会当看到原本的图书绘本，拢变成立体化造型，加上穿上花衫装扮蝴蝶，成为册中各种的角色，来经历一连串动物冒险的旅程，嘛，互家长甲团体拢集的预约参观，回响热热。其实把绘本当中的情节，把它拟真化，然后放大到现实生活当中，对小朋友来讲的话，他们其实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，其实是会更好的一个体悟的部分。对，五感都有刺激到的。对，而且因为这一次的展区的设计当中，他们不是只有单纯的看，他们会有一些互动跟动手操作，甚至说有一些拼贴，还有甚至一些他们的一些平衡感的部分。所以其实对小朋友，当然对6岁以下的小朋友们来讲的话，其实除了是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之外，也对于他们五感，不管是眼啊，或者是听觉，甚至他们一些手脚的精细动作来讲，我觉得都其实还蛮有帮助的。透过展览，让小朋友上爱动物对故事当中行出来，用装置甲绘本结合，生出属于家己的游戏体验。嘛，互这款互动展览的吸引力，甲其他展览就是无同。当然，基金会嘛希望互囡仔对佚佗当中介意阅读，甚至动手来创作。那这次的艾瑞卡尔好好五重奏，其实就是从艾瑞卡尔爷爷5本经典书跟 Very 有关的书，所衍生出来的立体化、游戏化的这个部分。那这5本书其实孩子呢都非常的熟悉，那也常常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阅读。那这次来体验这个互动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互动展示的设计，让孩子可以动手动脚，打开五感，去听一听蟋蟀的声音，书里面这个泡沫蝉的声音又是长怎么样呢？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其实对于阅读或者书里面的内容会有更多的理解，也能够读到更深不同的层次。该展览将在今仔开始，一直到1月5号，为期29天，邀请亲子做伙来体验这场结合科技、工艺加美术的精彩创意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